我求你了，你還我的錢，你還我的變性險。自稱張小姐嚟自遼寧嘅準變性男，知道航空公司拒絕賠償佢喺行李度唔見咗嘅3萬幾蚊之後，好激動。佢話啲錢係用嚟做變性手術。為什麼要給你們錢呀？你們保管了，你保管了，為什麼要把鎖都撬了？錢都不翼而飛了啊！發錢難道？警方到場戒備。尋日朝7點幾，張小姐乘搭亞洲航空公司 AK076 班機由吉隆坡飛嚟香港。到達後攞返行李，發現個鎖唔見咗。報案後發現同一班機仲有另外4個內地遊客同埋2個香港人中招。嗰個貼紙咧俾人搣爛咗，咁個鎖直情唔見咗，啲嘢全部亂晒。擾攘咗12個鐘頭，亞洲航空公司終於派代表話每公斤行李賠返208蚊，仲派餐券同埋安排佢哋入住酒店。但係有內地客企硬唔肯走，機場職員懷疑行李喺吉隆坡機場已經被偷。